1892年，Tesla 痊癒後去咗 Croatian 首都 Zagreb 開了一個關於喺 Plitvice Lakes 興建一座水力發電站嘅演講。喺會上 ，Tesla 發表了一段感人言論。他說：作為祖國嘅兒子，覺得有責任去為 Zagreb 記興盛而作出貢獻，為此願意付出他能做的一切。其後 Tesla 便收到 Belgrade 政府嘅電話而抵達當地，有幾千人嚟到火車站來迎接他。佢向聚集嘅民再發表另一篇致辭。有時候人會因內心出現問題而做出錯事，這是年輕經常會發生嘅事。但如果我有幸能為大眾而實行理想，去令全人類幸福的話，那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情。Long live Serbdom，願塞爾維亞族永存不朽。次年，國王授予 Tesla Medal of Street 沙不聖薩雅勳章以表揚佢對科學嘅非凡貢獻。回到美國後， Tesla 亦另找居所轉換環境。Tesla 因為研究而長期居住於 Estate House 已經住咗3年多了，之後搬咗去 Hotel Gerlach 居住。呢間酒店係一間更現代化的酒店，配備咗電梯、電燈同豪華嘅餐廳，仲擁有最新消防技術嘅酒店。最重要搬來這裏的原因是酒店只距離新完工嘅麥迪遜廣場花園只係幾個街口。這年，西屋贏得咗被後來稱之為光之城暨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Columbian Exposition 提供電力嘅合約。